大家好，我係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嘅學生，而家為大家介紹本校嘅特色同理念。我校致力提供多元化嘅活動，讓學生擴闊視野、發掘潛能，並累積成功嘅經歷。同時關注學生嘅學習需要，透過小班教學、分層教材，提升學習效能同自信。本校致力協助中一生適應校園生活，如有大哥哥大姐姐成長天使計劃，由一眾領袖生陪伴中一成長，成為佢哋路上嘅小天使。同時本校亦都係開學之前舉辦咗中一新生資訊日，並為中一同學安排新生適應課程，由雙班主任、科任老師及社工安排各種適應課程及活動。開學後更舉辦中一全級國內交流團，並喺中一各班推行一人一職計劃，以及安排歷期訓練活動，透過班級經營，以助中一新生盡快融入校園生活。本校課程着重多元發展，初中課程共設15個基本科目，同時另設多元學習課，俾學生喺體育、藝術、音樂等範疇多作體驗，當中包括鋼琴、吉他、滑板、電繪、書法、美式足球、花式跳繩、K-pop 等，期望學生喺初中階段能發掘潛能，建立積極自信嘅人生。高中課程除咗必選同選修科之外，同時特設職涯規劃課程，例如咖啡工作坊同埋美髮造型體驗課程，亦有多個主題式學習節，期望不同範疇課程可以擴闊學生嘅視野。喺電子教學方面，本校特色係一人一 Chromebook， 務求利用電子教學加強多感官刺激同師生嘅互動，從而提升學習嘅興趣。同時喺學業支援上特設中一家課節，初中嘅中、英、數亦都會定期進行基本能力評估同埋跟進，協助未達水平嘅學生改善學業表現。本校亦重視學生成長，以訓輔合一、全校參與為方針。各級設有級訓輔老師跟進學生問題，與社工緊密合作，提供適切嘅照顧。校方亦積極推行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，同時提供各類德育講座，讓同學喺綠育方面均衡發展。另外，本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，提供多元化支援活動，同時透過課程設計、多元化教學、分層課業、功課及測考調適等方法，照顧學生嘅學習差異。本校亦致力舉辦境外交流活動，俾學生擴闊視野。曾經到訪新加坡、日本、泰國同韓國等地，亦都組織交流團前往國內，例如北京、青島、西安、蘇杭同大灣區等地。而本校更先後獲得2024年全港傑出學校遊學團嘉許獎及全港傑出內地研學交流團嘉許禮2024之嘉許狀，可見本校積極舉辦內地考察同交流團嘅成果。而本年度更舉辦攀上富士之巔海外遠征，同學經過中學生登山基礎培訓計劃，會於暑假攀登日本富士山。為配合學生成長需要，本校課外活動設4大範疇，包括全校性活動及比賽、學生會組織、義工服務、學會組織及多元活動小組。而本校嘅課外活動亦極具特色，例如咖啡學會、茶藝學會、野遊學會、健身學會以及皮革工藝學會等，期盼為學生帶嚟多元學習機會以及經歷。本校自2012年起，核心科目連續多年正增值，學生在公開試同升學方面取得優越嘅成績，同時學生成就卓越。多名學生獲選為九龍地域傑出學生同埋黃大仙傑出學生，亦喺唔同嘅範疇獲得獎項同埋表現優越。例如閃避球校隊喺公開比賽中表現優越，國術醒獅隊亦勇奪2024全港學界冠軍。K-pop 舞蹈團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。
本校亦重視服務學習，校訓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，強調關愛嘅精神。例如本校女童軍積極參與社區服務，例如長者探訪同埋科技應用。學生曾獲芬蘭木柱指導員資格，指導長者進行相關活動。如對本校有任何興趣，歡迎喺以下途徑索取更多本校嘅資訊。當然，盡快加入本校嘅IG 同 Facebook 就可以獲得本校最新嘅消息啦。